来看台湾国宝级画电影海报的师傅陈祖福，昨中昼过身，才到97岁。伊这世人画超过5000部电影海报，是台湾电影史的记录者。伊嘛伫2006年得到金马奖的特别奖。今年的国庆光雕的表演，冒放伊的作品来感谢伊对台湾电影的付出。台湾国宝级的电影海报画师陈祖福15中昼过身，享受97岁。1926年出世伫台北上早的电影街西门町，陪随着注定陈祖福一生甲电影缘分。为22岁开始画电影海报，1956年替台湾头一支家己拍的35mm的台机片《四边柜》甲王宝钏画海报，一直到1994年退休，48年来画得百5000部。陈祖福捌讲，伫台机片上请赢的年代，青蛙出电影内底有90成以上的海报拢是伊画的。那个时候的台语片呢，实在讲起来是很了不起，因为他们的器材啊都是很困难的方式，同时成本很低。还拍出一个好片子，实在是很难的事。陈祖福是台湾电影史的见证者，伊的海报嘛成做台湾电影史真重要的记录，所以2006年得到金马奖的特别奖。可以说他刚好生在那个时代，然后他也没有离开他的工作，然后在他的一连串的这个记录下，我们看到他的海报就刚好成为台湾电影重要的记录，然后也是重要的文化资产。国家电影甲视听文化中心伫2021年替陈祖福出一本册，收录陈祖福的作品甲访谈。今年总统府的国庆光雕表演嘛特别投射陈祖福的电影海报，伫伊人生上尾的时阵，感谢伊对台湾电影的付出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